为着要来减少台湾社会对查甫同志的刻板印象，台湾同志热线协会是来举办展览，希望大家会当了解同志的心境，来走向平权有包容性的社会。保持笑容、充满自信跳舞的是 HIV 患者，伊甲家己号一个艺名，叫做女神自助餐，勇敢分享家己得到艾滋病的过程。距离公开感染身份也已经过了7年，几乎是我刚开始尝试变装不久就出感染柜。伊讲要公开家己是艾滋患者，需要真大勇气。毋过受到社会对艾滋病有真大的惊吓和污名化，伊嘛是决定要站出来。往往在一些同志相关的新闻当中留言，会发现蛮多对于 HIV 的恶意攻击。我觉得我自己的身心状态还算 OK， 对，可是我比较担心说，真的有人陷入到歧视的困境里面，他可能会不想要继续维持生命。为着要让更较侪人理解 HIV， 台湾同志热线协会举办为期2礼拜的展览，展出1998年到2029年台湾社会对 HIV 患者的态度。在早期，或是偶尔在近代，也有一些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，常会讲一些跟艾滋有关的一些蛮难听的言论。协会希望民众了解艾滋是会当透过药啊治疗，而且若有治学治疗是无传染的风险。希望透过展览来减少社会对艾滋的污名化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